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8月2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9篇21节到31节，以西结书20章33节到44节，路加福音第6章第6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活出律法。从犹太律法主义者的角度来看，律法好像总是用来钳制人的，是一个死的律法。律法是死的，也是另外一群追求灵恩的人的误解哈。他们认为属灵的人是自由的，不受律法规范的限制。那么到底律法是什么？近代神学泰斗天主教的古伦神父，他曾经出版一本书，书名叫做《活出十诫的真自由》。有机会应该要好好的研读这本书对我们了解诫命律法有很大的帮助。以西结书第20章33节到44节经文这么说道：我至高的上主指着自己永恒的生命向你们发誓，我警告你们，我要用大能的手、惩罚的膀臂、倾下的烈怒治理你们。当我把你们集合起来，从流亡的各国领回来的时候，我要叫你们体验我大能的手、惩罚的膀臂和倾下的烈怒。我要把你们带到万族的旷野，在那里惩罚你们。我从前怎样在西奈旷野来惩罚你们的祖先，现在也要照样的惩罚你们。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。我要严厉的管束你们，使你们遵守我的约。我要从你们中间除掉背叛和犯罪的人，我要迁移他们，使他们离开现在侨居的地方。但我绝不让他们回到以色列故土，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。至高的上主这样说，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你们自己做主吧，继续拜你们的偶像吧。但是我警告你们，此后你们必须服从我，不再献祭给偶像来侮辱我的圣名。你们所有的以色列人将要在那一块土地上，在我的圣山上，就是以色列的高山，敬拜我。我会喜欢你们，等着你们来带来供物，最好的祭品和神圣的礼物来献给我。我把你们结合起来，领你们离开流亡的地方之后，我要接受你们的馨香生祭。列国也会知道我是神圣的。我领你们回到以色列，到我应许给你们祖先的土地之后，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。那时你会想起以往所做一切可耻的事，发觉你们怎样玷污了自己。你们要因自己所做的邪恶的事厌恶自己。当我以行动来维护自己的荣誉的时候，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就知道我是上主。因为我不按着你们邪恶和败坏的行为所应得的来惩罚你们。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以色列人他们领受着上帝的恩典，上帝带领他们离开了埃及，然后他们领受了上帝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十诫，开始学习认识上帝。所以我们知道律法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生活准则，是为了要引导他们的生活更合乎上帝的标准。可是以色列人却仍然跟随那些看得见的偶像，敬拜那些偶像，而离开了上帝的真理道路。
最近我们都谈到了安息日，一再的提醒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。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到了，耶稣他进入一个会堂的时候，刚好碰到一个右手枯萎的人。耶稣基督呢，他马上叫他到中间来，并且要他来伸手，他的手就得到医治了。一群教导法律以及法利赛派的人等着耶稣基督的问题，预备要找问题来告他。但耶稣基督透过这件事情直接来挑战他们说，救命害命，哪一个是活出诫命的规定呢？这是非常直接清楚的挑战。路加福音第6章第6节到11节记载了这一段的对话与互动。另一个安息日，耶稣到了会堂去教导人，那里有一个人，他的右手枯萎了。有些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，他们想要找耶稣的错处，好来控告他，因此就在一旁来窥视，看耶稣在安息日是否行医治。耶稣知道他们的念头，就对那枯萎的病人说，起来，站到前面来。那个人就站起来，于是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问你们，关于安息日，我们的法律是怎么样的规定的？做好事呢，还是做坏事？救命呢，还是害命？他环视周围所有的人，然后对那个人说，把手伸直。那个人一伸手，手就复原了。他们非常的愤怒，彼此商量要怎样来对付耶稣。诗篇109篇21节到31节。但是至高的上主啊，求你照你的应许帮助我，因着你的慈爱的至善拯救我。因为我穷困贫苦，我内心伤痛至极，我像黄昏的残影逐渐消逝，像一条蝗虫被抖掉。我的膝盖像进食而酸软，我的身体消瘦衰弱。看见我的人都戏弄我，他们摇头讥笑我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，因为你有不变的爱。求你拯救我，让我的仇敌知道你就是救我的那一位。尽管他们诅咒我，你却要赐福给我。愿迫害我的人败退，而你的仆人欢乐。愿我的仇敌蒙羞，像穿外袍的一样的披戴耻辱。我要高声感谢上主，我要在群众的聚会当中来颂赞他，因为他为穷苦的人伸冤，救他脱离定他死罪的人。感谢上帝赐下救恩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成为跟随者。恳求上帝能够帮助我们，愿意来遵守你的诫命，能够活出诫命的生命，来见证我们是属主的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